我嘅經歷咧，令到我能夠理解長者可能面臨嘅挑戰。華之處為我燃點咗希望，我亦都努力將呢一份希望同埋支持咧傳遞俾我嘅服務對象。咁華之處咧係一個支持華人移民啦，同埋更加廣泛社區嘅機構嚟嘅。咁通過各種嘅服務幫助大家。咁成人日間服務咧係為長者咧提供一個安全啦、充實嘅環境，咁令到我哋啲長者咧有社交啦、學習嘅機會，同埋保持活力，同時咧維持身心健康，促進健康老化。ADS 嘅工作咧令到我充滿動力，因為睇到長者每日咧帶住笑容嚟到中心，感受到好多嘅關懷同埋陪伴。咁我覺得咧，我就好似佢哋嘅屋企人一樣。咁佢哋嘅喜樂咧，就係我最大嘅滿足。華之處咧，俾咗我機遇同埋成長。咁佢唔單止係一個工作場所，亦都係咧令到我能夠產生真正影響嘅，為社區做出嘅貢獻。咁並且咧回饋所獲得支持嘅地方。